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11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近年来太阳光电案场大幅度的成长，未来一定会面临大批回收的问题，所以台研绿能甲亚邦国际科技政务软件已经开始规划应用的方案。香港市长黄伟哲就出席见证双方签署虚电共生的合作协议，对这项计划也非常的肯定。台盐绿能董事长陈启宇甲阿邦国际科技公司董事长陈煌志，伫台南市长黄伟哲见证之下，签订虚电共生的合作协议。这个合作将对虚电共生设备的设立到25档使用期满，太阳能帮多台后续处理全部能当一条变。目前我们签约的土地超过1000公顷，未来是台湾地面型。是渔电共生，但是最大的一个管理者。那未来这些板怎么办？那亚邦国际目前是我们台湾甚至是亚洲，在处理这些太阳能废板最专业。我们的台南的渔电专区一定会成为全台湾所谓的产业共生的最佳典范。那接下来会全面扩大在太阳能板循环经济的合作项目，并且会和我们所有 Smart Cycle， 特别是像台盐绿能公司这样的核心伙伴，我们会在这个产业推动的同时，也同时来注重这个环境守护的重要性。虚电共生是发展绿色能源的重要选项，真侪国外企业拢愿意到台南投资设立，但是因为外界认为虚电共生会影响用事业以及太阳能板的维护甲后续处理有侪无了解。黄伟哲表示，希望透过这款的合作，破除外界一切疑问甲顾虑。很故意的，就是曲解了，或是故意散播假消息的方式来说。这个太阳能板有毒将来这个没有办法处理，然后甚至于会造成如何的这个环境问题。那一般民众因为这是一个专业的知识，我们可能比较欠缺，然后就会产生疑问。所以呢，因为这样的背革了许多绿电的7成，那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很开心，我们亚邦跟台盐共同揭开了借着两家公司的结盟，共同揭开了这个谜底。台盐绿能甲阿邦国际科技合作发展虚电共生，目前已经签约超过1000公顷，第3档内设立的量有1吉瓦以上。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客家分局日前侦破客家夜市的强盗抢车案件，因为警方真紧伫3点外钟就破案，互地方松一口气，重建民众的信心。议长郭信良上午嘛专讲到分局颁发破案奖金，为了环境的辛劳，也表达高度的肯定。伫客家区的夜市，日前伫大家目睭紧紧之下，竟然发生王姓嫌犯要抢走车主暂停的小客车，造成肢体冲突，甲车主受伤意外，毛当地议论纷纷，客家治安乃变遮歹。对此，客家分局接到报案，全面查客，伫3点钟内就逮捕嫌犯，找回汽车。对此，议长郭信良一听到消息，肯定所有警官甲刑事的辛劳，特别是3点钟内地当破案，解除民众恐慌。所以上午伫议员陈坤和等人陪同，亲自到分局颁发破案奖金，场面温馨。而且呢，这个案件呢，照你讲，不是足大社会案件，是咱要来办这个破案奖金，最主要是时效，是咱对这个案件的重视的时效，伫这个短期间内底来破案，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对。伫短短这段时间内底随破案，对着百姓的心态，对咱环境的这个办案的这个速度效率。这是无同用金钱来比卖。有这样掌握什么原因？就是议会对咱警察机关监视起经济的经费的资源，是无？是毋是安尼？
咱的干部是会较好，就是议会一再甲咱督导，议会一再甲咱帮忙，咱才有才来建制遮尔好的建设去。虽然大家拢无愿意看到治安事件，不过远景会当掌握第一时间的线索来破案、打击犯罪，真正是难能可贵。嘛因为中秋假期将要来到，议长嘛一并表达慰问，感谢远景议员坚守职务，互人安心过节。但新闻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互继续留好的小朋友也会当感受中秋节的温馨。议员蔡淑惠特别带领爱心团体，前送南区、甲安平区13间小学，总共569位小朋友礼盒甲红包。蔡淑惠表示，希望小朋友收到礼物会当欢喜，嘛希望这款的关怀活动会当继续落去。台南市议员蔡淑惠甲台南市南区妇女会365爱心会，每当中秋节拢会举办送爱关怀活动。今年嘛特别扩大举办，将要送爱到南区以及安平区10多间小学。刚开始是由我们南区的7所学校开始，直到那个自去年我们把它扩散到那个安平区跟东区，然后一共有那个13所学校，今年有569位小朋友来共享这个喜悦我们希望借此这个活动将小爱发大爱。把这个温暖分送出去市议员蔡淑惠表示，大部分社会关怀的活动拢集中伫咧成年人，但南区妇女会365爱心会特别将关怀放伫咧小朋友身上，因为因认为用爱陪伴小朋友袂变歹。秉持着以往的惯例，都会在中秋节的时候发放我们的爱心给我们国小的小朋友。借由我们的爱心的月饼，还有一个小小的红包，我想这是一种抛砖引玉，希望我们把爱心下放到我们的学龄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够感觉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跟温暖。南区甲安平区10多间国小500位学生，除了收到秋节礼盒啊，还有小红包以外，议员蔡淑惠甲365爱心会表示，因会持续关怀这囡仔，或者小朋友成长的道路袂阁孤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嘉义高中2年级学生蔡博义参加有智能奥运称号的国际机能竞赛，为台湾夺下餐饮服务类的银牌，非常的光荣。另外，为了让学生有更加好的学习环境，嘉义高中嘛启用全新的饮调教室，会当讲是上喜临门。在俄罗斯所举办的国际机能竞赛，被号作是机能界的奥运。今年第一届来举办青少年的比赛，台湾得到真好的成绩。伫参与的国家当中排名第4，其中台南嘉义高中的蔡博义也伫餐饮服务的比赛当中得到银牌。虽然伫比赛进前只有2个月的学习时间，但是伊有然展示了伊的努力甲天分。伊也表示，伫比赛过程当中，伊拢甲家己讲爱稳稳啊做。同时，伊认为这届比赛上困难的部分就是沟通。在比赛的时候呢，其实，我一直保持着就是稳住的心情，反正就是比赛的时候要稳定，才能有好的表现。对，所以比赛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要稳住。对。
对，然后最后就拿到了银牌，这样子。很困难的就是在服务客人的时候，客人通常都是俄罗斯人，所以你就算是英文再好，跟他们讲，其实他们也是有点听不太懂，所以你就变成说要用你的肢体语言，然后其他方式来让他了解说你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为了帮助蔡博义得到上好的成绩，其他科系的老师也运用家己的专业，帮助伊伫各方面表现更加完美。我们学校很多元，除了餐饮科以外，也有服装科的老师，也有舞蹈班的老师。在这一次蔡博义同学出去比赛的时候，提供很多帮助。譬如我们服装科的老师对他的一个服装上面的一个客制化的制作，让他的服装穿起来既帅又挺又好活动。那我们舞蹈班的老师也在于他的一个仪态方面给予很多的指导。那还有我们英文科的老师也对他的一个口语的能力提供了一些改善的建议跟训练，所以让他整体的表现能力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为了配合这学期开始的新课纲，嘉义高中也正式启用了全新的引条教室，希望让学生会使有更加优质的学习环境，同时带动因积极练习技能，争取更加多优秀的表现。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昨当前，就伫台南投入宴会市场，提供结婚请人客等等多元需求的业者，为了永续经营，特别开了7000万，选伫林德甲市区的交界，全新打造一栋会当容纳130桌的宴会厅。上午正式开幕，各界拢到场祝贺，场面非常盛大。选定在号的良辰吉日，新的宴会厅伫起鼓鞭炮甲人铃人狮坐镇，上午正式开幕，喜气十足。各界贵宾嘛拢到场祝贺，场面相当盛大热烈。根据了解，占地1200平宴会厅会当容纳到130桌，也结合对过去10年来办桌所累积经验，刷到航空站对面，嘛是原县市交界，交通更加利便，所以无少投资开7000万，希望永续经营，再创高峰。最近奇美博物馆、国道86机场。所以其实在这个地点的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那当初会选在这个店也是基于这个考量。那也希望在这个地点能够营造一个很好的婚宴环境，提供给大家一个很舒适、很漂亮、一个富丽堂皇的婚宴场所。那其实很多的空间都是留在这个大厅的部分，大厅的入口是一个婚礼的一个意象嘛，留很多空间可以去让新人布置，然后让他去发挥他的婚礼的创意的地方。虽然面对少子化等景气的冲击，不过业者依然相当看好台南办喜宴的市场，所以嘛特别伫大厅的入口摆出台南第一个300寸的互动式电视墙，希望吸引民众眼光。虽然头一天开幕，不过根据业者表示，以后拄到大日，差不多拢已经预定，人气呛滚。但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现在医疗拢走上精准医疗，也就是无需要去当地的部位，就避免去影响到，包括麻醉嘛同款。其中运用伫个无痛生产的应急膜外麻醉，医生表示，目前虽然已经真普遍，不过伫个使用的时阵也是有条件限制。这款应急膜外麻醉是当依照病人开刀的部位甲病情的状况来进行分扎神经的阻断，避免规身躯麻醉的顾虑，包括颔管、胸坎甲腰脊骨等部分。现代病院麻醉部肖洪忠医生表示，这款的麻醉上只运用伫有心的妇女来进行无痛的生产。虽然目前已经真普遍，不过麻醉的时机也是有所限制，特别若是凝血功能不好的无法度做。因为有医学研究显示说，子宫颈还没有开3公分以前就给药，产程会延长。甚至说子宫收缩会比较没有力气，那到后来可能会演变成需要剖腹产。那它的限制主要是还是来自于凝血功能障碍。那产妇如果以前脊椎有开过刀，或者是她有肝的疾病，造成凝血功能的不好，或她有吃其他药物影响凝血功能，那这是主要的限制。那其他的方面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
配合手术进展，区域性的应急膜外麻醉运用愈来愈多元，都来当精准驻地所需要所在，买当延长麻醉时间，减少病人的无爽快。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0分的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的几率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达正好是8级。感谢你收看9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